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雜不楞頻道，我係主播謝之筆。雜不楞嘅老友，今日呢集我哋要講一個關於重生嘅故事。喺講阿根廷之前，我想大家先閉上眼，想象一個國家，佢喺100年前係全球前10名最富有嘅國家，人均 GDP 高過德國、法國，甚至同美國不相上下。當時全世界嘅移民唔係去紐約，就係去布宜諾斯艾利斯 （Buenos Aires）。當時有一句流行語叫 Rich as an Argentine， 好似阿根廷人咁有錢。但係呢個曾經嘅南美明珠喺過去幾十年變咗做全球經濟嘅負面教材。通脹率200%、300%咁升，貨幣比廢紙仲垃圾，國家破產咗9次。點解會咁？因為佢哋中咗一種叫民粹主義嘅慢性毒藥。今日我哋要講嘅係2024、2025年發生喺阿根廷嘅一場地球上最大規模嘅經濟實驗。一個整日揸住電鋸嘅瘋子經濟學家米萊，點樣用最極端、最激進嘅休克療法，試圖將阿根廷由死神手上搶翻嚟。呢場實驗唔單止關乎阿根廷，佢係俾所有病入膏肓國家嘅最後一張藥方。第一章，庇隆主義嘅糖衣毒藥。點解阿根廷會輸咗100年？老友要明阿根廷點解要休克，就要先知佢病得有幾重。阿根廷嘅病根叫做庇隆主義 （Peronism）， 1萬惡之源，大政府、高福利、亂印錢。由1940年代開始，庇隆將阿根廷帶入咗一個分贓模式。政府同民眾講：你哋唔使咁努力，政府會照顧你。水電費我補貼，嘢食我限價，工會我撐腰，聽落好正，係咪？錢由邊度嚟？政府冇錢就加稅，稅加到企業唔敢投資，企業走咗，政府就開動印刷機瘋狂印錢。數據說話，阿根廷嘅政府支出佔 GDP 比例喺幾十年內翻咗幾倍，但生產力係零增長。而影子經濟與寄生階層喺呢種制度下產生咗一個龐大嘅寄生階層。官僚主義，政府入邊有無數個雜不楞嘅部門，幾十萬人唔使做嘢，純粹係為咗領薪水。社會福利陷阱，幾百萬人依賴政府津貼過活，佢哋嘅投票權被政客收買，呢個就係所謂嘅民粹枷鎖。政客為咗贏選票，不斷派糖，派糖就要印錢，印錢就導致通脹，呢個係一個死循環。3. 通脹嘅恐怖。2023年嘅終局到咗米萊上台前夕，阿根廷通脹率超過211%。咩概念？你今日買一盒奶10蚊，下個月可能變20蚊。超市嘅標籤每日都要換。全國40%以上嘅人生活喺貧窮線以下。阿根廷唔係病緊，佢係已經死緊。第2章，電鋸。米萊嘅休克療法，長痛不如短痛嘅豪賭。2023年底，米萊上台，佢唔係講啲咩溫和改革，佢係直接拎把電鋸出嚟。1. 財政赤字嘅物理切除。米萊講咗一句震撼全球嘅話 ：No hay plata， 冇錢啦。裁減部門，佢將18個政府部門斬到得返9個，停止公共工程，所有未開工嘅政府項目全部取消，唔再抌錢落去。數據震撼，米萊上台第1個月，阿根廷就實現咗16年嚟第一次嘅財政盈餘。佢用最極端嘅方法證明，只要政府唔亂使錢，財政係可以平衡嘅。2. 貨幣嘅真實化與貶值。阿根廷以前搞外匯管制，官方匯率同黑市匯率差好遠。米萊一上台，直接將官方匯率貶值50%以上，令佢同市場接軌。短期痛苦，貶值即係物價會再爆升，民眾會好辛苦。長期利益，唯有咁樣，外資先敢入嚟，阿根廷嘅農產品先賣得出去。3. 廢除限價與市場回歸，佢廢除咗幾百項政府對市場嘅干預。租金法案，以前政府限租金，結果冇人肯租樓出嚟。米萊廢除限價之後，布宜諾斯艾利斯嘅租盤供應量即刻升咗60%，租金反而趨向穩定。自由貿易，佢要阿根廷重新擁抱全球市場，不再做縮頭烏鴉。第3章，社會心理嘅大逆轉。點解阿根廷人冇暴動？呢度係最神奇嘅地方。
喺委內瑞拉或者其他地方，如果政府咁搞，可能已經內戰。但阿根廷人竟然撐住，點解？一，對民粹嘅徹底絕望，阿根廷人已經被派糖政客呃咗100年。大家發現派糖嘅結果係全國一齊變窮。當米萊坦白講未來幾個月會好痛苦，但我會救翻呢個國家嘅時候，阿根廷嘅中產同後生仔揀咗真相。二，米萊嘅短片政治與溝通，佢好識玩社交媒體，佢用最簡單嘅語言、最暴力嘅對比，例如電鋸、獅子仔，將複雜嘅經濟學話俾普通人聽。佢成功將政府官僚塑造成寄生蟲 ，caste， 令民眾覺得削減開支係喺度幫緊大家出氣。三，數據嘅初步回饋到咗2025年，阿根廷嘅通脹率開始由月升25%跌到單位數。雖然失業率升咗，生活依然艱難，但大家見到咗止血嘅希望。呢種希望係支撐社會唔崩潰嘅核心力量。第4章，對其他衰落國家嘅啟示。阿根廷係咪一張通用嘅藥方？老友，我哋翻嚟睇翻我哋之前講過嘅國家，阿根廷嘅成功或嘗試對中國、委內瑞拉甚至中東有咩啟示？一對中國嘅啟示，敢唔敢去槓桿？我哋第4集講過中國嘅房地產債務、地方債。中國依家玩嘅係慢慢放棄，驚爆。但係阿根廷話俾我哋知，債務係唔會自動消失嘅。如果你唔敢忍受短期嘅劇痛去徹底清算，你只會陷入失去嘅30年。阿根廷嘅電鋸精神其實係一種對債務嘅徹底誠實。二，對委內瑞拉嘅啟示，制度比資源重要。委內瑞拉有全世界最多石油，但窮到要換尿片。阿根廷資源冇委內瑞拉咁多，但米萊證明咗，只要你回歸市場，尊重私有產權，經濟係可以自我修復嘅。三，民主制度嘅韌性呢點好重要。阿根廷能夠休克療法，係因為民眾投票揀咗佢。呢種授權令米萊有勇氣去對抗強大嘅工會同官僚。相比之下，威權國家最驚嘅就係社會動盪，所以佢哋往往會選擇溫水煮青蛙，直到最後一齊死。結論，喺大佈局中做一個電鋸式嘅清醒者。老友講咗5000字，我哋總結一下阿根廷嘅故事，話俾我哋知，冇免費午餐，所有政府派嘅糖最後都會變成你仔女要還嘅債。市場係最後嘅救星。無論一個國家病得幾重，只要肯切除腐爛嘅官僚，擁抱自由市場，就有機會重生。做個清醒普通人嘅建議，喺呢個雜不能嘅亂世入邊，我哋每個人嘅資產、每個人嘅生活都要學米萊咁進行一場自我休克療法，去風險化，減低債務，增加流動性，放棄幻想，唔好信任何包底嘅承諾，要信自己嘅生存能力。下一集亦都係我哋系列嘅大結局，第6集委內瑞拉終極預言。我哋會講下川普、馬斯克點樣佈局委內瑞拉嘅回歸時間表。當影子領袖培訓完畢，呢個世界最後一塊拼圖會點樣放低？我哋最後一集見。如果你覺得呢個內容對你有啟發，請幫我哋點個讚，俾個 like，再撳埋個訂閱。